墨西哥有一种伫幽种号做六角灵，伊有再生的能力，阁袂着癌，对医学研究真有价值。不过六角灵数量是愈来愈少，科学家就想办法伫因的身躯入镜片，要对踪保护。墨西哥特有的六角灵是生甲真特别，多边正边三支羽毛形的外齿，呆呆仔的表情看起来真古锥。因规世人拢维持囡仔型，就算已经成年，看起来嘛是敢若细汉的时阵的型，红叫做是幼态延续。因阁有超强的再生能力，就算是手骨、尾瘤，还是器官损毁，拢会当再生。阁对癌症有免疫力，对人类抗老和再生医疗的研究是真有价值。六角灵主要是生长伫墨西哥的帕兹卡罗湖，但是面对真大的生存危机，野生族群可能敢若剩150只尔。专家即马嘛在测试一种伫因的体内吸入微型晶片的方法，希望更加深入了解，而且保护这个珍贵的物种。You know, they can regrow their arms, they can regrow. You know, they've got a very unique biology. So we were thinking, well, if we chip them, is it not just going to push it back out its skin, or almost like the body reacts like a healing process, maybe? So we had to validate it by marking them. 研究团队拢总摕80只六角灵吸入晶片，一寡伫英国切斯特动物园来进行，其他伫墨西哥，包括一阵由修理来照护的群体，经过4个月的观察，科学家确认晶片固定甲真好，对动物的健康无长期的影响。即马要用这个技术来追踪野生的六角灵，了解因伫湖内面活动的范围敢有大，生存状况和寿命等关键问题。Might find that there's a focal area of salamanders within the lake, and that can inform where to focus conservation and efforts for surveying the species. It can also help answer how long they live. 科学家表示讲，六角灵是面对多重的生存威胁，包括过去掠因掠甲伤过度，含外来种的鲤鱼，甲六角灵的卵食掉，破坏生长的食物，含湖的污染等等。目前第一个工课就是扩大现有族群的规模，试讲伫其他的所在定放养，有可能需要5年到7年才会当知影这帕兹夸罗湖会当互偌济六角灵来生存。这项研究结果最近已经刊伫动物园和水族馆研究期刊内面。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